歡迎大家再次支持時事娛樂睇。開始影片之前，記得訂閱咗我哋嘅頻道，點讚同睇完後留低你嘅睇法。咁我哋立即開始。今日講嘅新聞同成日北上消費嘅香港人好有關係。深圳近日發佈咗一個重磅新規嘅只求意見稿，叫做《深圳經濟特區預付式經營管理若干規定》。咁簡單講，就係針對預繳式消費，即係你俾錢買套票、入會、儲值嗰種。推出多項嚴格規管，最矚目嘅係設立7日冷靜期，消費者俾錢之後7日內如果未開始用，有權要求商家無條件退款，仲會設定預付金額嘅天花板，防止商家捲款跑路。今日我哋用中肯角度睇下呢個新規有咩重點，點樣保障消費者，以及對北上消費嘅港人有乜嘢影響。首先講下背景。北上消費已經成為好多香港人嘅習慣，尤其係深圳食飯、美容、按摩、健身、剪頭髮，好多人都中意辦卡儲值，因為可以享折扣。但係問題係預繳式消費經常出事，你俾咗錢可能未用晒，間鋪就執笠走佬，或者你想退款，商家就用最終解釋權歸本店、概不退款等霸王條款拒絕。過去3年，深圳相關嘅消費投訴超過20萬宗，情況非常嚴重。為咗整治亂象，深圳市政府決定立法推出呢一個規定。呢一個規定有幾個重點，我逐一拆解。第一係7日冷靜期，呢個係最重磅嘅措施。消費者俾錢之後7日內，只要你仲未實際消費，就有權要求商家無條件退款。咁商家必須喺你提出退款要求之後10日內全額返還。呢個等於俾咗消費者一個法定嘅後悔權。你衝動辦卡或者返到屋企諗諗下唔想要，7日內都可以退。當然，如果你已經用過一次，就唔可以再退。另外，如果你因為俾錢而獲得贈品或者贈送服務，退款嘅時候要退回贈品或者俾翻合理價錢。呢一個冷靜期香港暫時冇，如果深圳成功推行，對消費者係一大福音。第二係針對霸王條款，規定明確列出7類格式合同條款無效，包括排除消費者退款權、限制合同轉讓、遺失唔補、商家單方面變更核心內容、免除商家質量或者損害責任、增加消費者維權成本，以及其他唔公平唔合理條款。換句話講，以後商家再喺合約寫最終解釋權歸本店，一經售出，概不退款，全部屬無效。消費者即使簽咗都可以追究，呢個從源頭杜絕咗商家嘅套路。第三係設定預付收費天花板，為咗防止商家捲款跑路，規定對唔同行業嘅預付金額設置咗上限。例如校外培訓單次收費唔超過5000蚊人民幣，體育健身預付總額唔超過2萬蚊，美容美髮、按摩保健總計唔超過5000蚊，一般行業就單客預付款唔超過1萬蚊。服務期限唔超過12個月。換句話講，商家唔可以再無限咁叫你入大額會籍，即使佢哋想呃錢，上限都鎖死咗，降低咗消費者嘅風險。第四係資金監管，規定要求深圳建設統一嘅監測監管系統，消費者可以喺平台查詢商家嘅備案信息、信用狀況同預收資金管理方式。商家可以選擇商業銀行資金存管、數字人民幣錢包等方式，保障預收資金安全。即係你俾嘅錢唔會直接落入商家嘅私人戶口，而係存入受監管嘅賬戶。如果商家執笠，啲錢仲喺度，可以退翻俾消費者。呢個係杜絕走佬嘅關鍵措施。呢個規定而家係指求意見稿，即係仲未正式生效，但係預計好大機會會通過。一旦實施，將對深圳嘅預繳式消費生態帶嚟翻天覆地嘅改變。對於香港消費者，呢一個新規有乜嘢影響？第一，如果你成日北上消費，尤其係會辦卡買套 feel 㗎，以後你嘅權益會得到更好保障。你可以放心啲入會，因為有冷靜期、有上限、有資金監管。第二，你要留意新規嘅生效日期同細則。生效之後，你喺深圳任何預繳式消費都受呢條法例保障。但係要注意，呢條係深圳嘅地方法例，只適用於深圳，其他地方例如廣州、珠海暫時未有。第三，即使有新規，你消費之前仍然要睇清楚合約，保留收據同付款記錄，以備不時之需。第四，如果遇到糾紛，
可以透過深圳嘅消費者投訴平台或者法律途徑追究。呢一單新聞有幾個地方好值得深入討論。第一係7日冷靜期喺香港嘅可行性。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多年嚟一直倡議引入冷靜期，尤其係針對健身、美容、時光共享等預繳式消費。但係由於商界強烈反對，立法進度緩慢。而家深圳行先一步，可能會對香港造成壓力，促使香港加快立法。事實上，香港而家已經有部分行業自願推行冷靜期，例如部分健身中心同美容院，但唔係法定，冇約束力。如果深圳成功，香港可以借鏡。第二係對商界嘅影響。新規肯定會增加商家嘅合規成本，例如要改用受監管嘅資金賬戶、修改合約條款、培訓員工等。但係長遠嚟講，呢個可以淘汰一啲不良商家，令誠信經營嘅商家更有競爭力，消費者信心提升，反而會令到行業更健康發展。所以唔應該只係睇短期嘅麻煩。第三係跨境消費嘅法律適用問題。如果一個香港消費者喺深圳嘅美容院辦卡，然後商家走佬，消費者要追討就要根據深圳嘅法律。雖然有法例保障，但跨境追討始終比較麻煩，要揾內地律師，透過內地法院。所以即使有新規，消費者仍然要小心選擇信譽良好嘅商家。網民對呢一單新聞嘅反應好正面，有香港網民話：深圳呢一招好，香港應該學客，以後北上消費安心好多。7日冷靜期真係衝動者嘅救星，終於唔使怕，俾咗錢就冇得退。亦都有網民擔心法例還法例，執行到先得㗎，商家會唔會用其他方式繞過？如果商家執笠，啲錢仲追唔追得返？有理性嘅網民就話，至少係一個開始，好過冇。我個人分析認為，深圳呢個新規係中國內地消費權益保護嘅一個重要里程碑。以往預繳式消費係投訴重災區，消費者成日成為水魚。而家通過立法設立冷靜期、上限、資金監管，等於將商家嘅魔法解除。呢個對於重建消費者信心、促進健康消費環境有好大幫助。我希望香港可以盡快借鏡，尤其係針對健身、美容、教育等投訴高企嘅行業，立法強制推行冷靜期。同時，香港消費者北上消費之前，可以先了解深圳呢一個新規，善用法例保障自己。最後，我提醒所有成日北上消費嘅香港朋友，即使有新規，都要保持警覺。咁選擇商家嗰陣，盡量揀有信譽、大型連鎖、經營時間長嘅。付款之前睇清楚合約，尤其係退款條款，保留所有單據同付款記錄。如果發現有問題，喺7日冷靜期內盡快要求退款。如果商家拒絕，可以向深圳市消費者委員會投訴，或者透過法律途徑追究。大家都嚟到最後啦，未訂閱點讚嘅朋友，請訂閱點讚，同埋可以睇埋我哋今日嘅其他精彩內容。